那台南甲高雄昨马上大雨，台南安南区有几条车路淹甲变水路，水淹入徛街，有脚头有遐悬。因为沟仔的水下袂离，安平区有大楼的停车场是出现水墙。那高雄的公山有社区的车库淹水，居民怀疑是沟仔袂通，工程出问题。 民众骑奥多摆冒险过台南机场路边仔的细条路，险险啊，互水流冲走去。相关单位较紧甲查落来，就惊有危险。七十透早，台南路大雷雨，3叶江客水围涨起来。仁德区机场路的便道是淹足一条小河。防守线视同命令，我哪敢过？居民是只无奈，徛伫门口等水退。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水是淹到脚头夫，透天1楼的客厅灶骹和便所拢浸伫水内。 去开会讲要水利讲要改变，到遮时无改变啦。安南区规港累积的雨量是超过200毫米，想要出去车路拢淹水，有民众是用各船来带囡仔出去。调风局嘛，因为落大雨，水淹去庙内面。安中路4段水淹到半个脸遐尼悬，何况巴士拢故障啊！无啦，要来载病患的啦，要来载病患，要载一台日照，要头一台车啦。这防水闸门袂够用嘛？袂有啦，你用袂大水是一直对公线流出去，安平区累积的雨量搁较惊人，得要250毫米。雨水是对水沟啊倒击，维修厂挂无装好，大楼停车场大淹水，只好较紧刹车。上班到一半冲回来移车。北高雄的乌来主管和冈山嘛，因为落大雨，真侪路段拢淹水，警方有封锁线管制通行。冈山盐埔路规排透天的新社区，水是淹入去车库，居民怀疑水沟工程有问题。它好像不太通啊，因为我们每次看对面都没事啊，然后我们这边每次都是淹啊。如果长期这样，新房子进来，对里民也是困难。 李立玉讲，建商开发造成边仔的沟仔积土，会勘了后会做连通港工程的改善。不过气象局是针对台南、高雄继续发布大雨特报，嘛是要注意防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